近年嚟咧就越嚟越多氣剪粉餅，但係自製嘅你又聽過未呢？今次要分享嘅咧就係呢個 DIY 嘅版本啦。咁我覺得非常之好啦，因為我自己係勁多化妝品嘅人嚟嘅，將一啲我覺得硬係爭緊啲啦，或者用唔晒嘅 product 咧，可以一次過撈埋一齊用嘅。而用嘅材料咧非常之簡單，大部分都係一啲 primer、粉底液或者係精華素等等嘅。我自己另外咧就會加埋 Dr. Cos 嘅，因為佢除咗可以補水之外咧，又唔會令到個妝太厚或者太笠。記得喺整之前呢，洗一洗手同埋抹個盒啊！咁我自己買嚟 DIY 嘅原因呢，除咗因為自己真係好多化妝品用唔晒之外呢，就係因為我覺得市面上大部分嘅氣剪粉餅都唔係太適合啊，或者呢就係太貴咯。咁我寧願自己買嚟 DIY 仲平啦，同埋呢清楚入邊嘅成分，用落都安心啲。咁可以隨翻個人喜好而定，想透薄定還是遮瑕為主嘅。我自己咧就會以1.5:1嘅份量打咗一個 coverage 高少少嘅粉底。咁其實咧我自己就大概加咗3至4次嘅，每一次都拎翻嚿海綿出嚟啦，再拎翻入去咁樣，其實好容易咧會整污糟自己對手噶。呢個時候咧就可以拎啲小工具出嚟幫手嘅，譬如係鍍膜嘅刮棒仔，再攪勻佢。放翻嚿海綿落去呢，就大功告成噶啦。大家整好之後呢，記得抹一抹多餘嘅粉底液。咁唔知大家會唔會同我有同感呢？我手頭上呢一個呢，就係 Etude House 嘅氣剪粉餅，都大概用咗9個月噶啦，但係越用呢，就越發現好乾啦，同埋越嚟越少嘅。咁無意之中呢，就俾我發現咗呢，佢後邊原來仲有好多嘅粉底液噶，只要調翻轉嘅話呢，就可以再用噶啦，咁就會環保好多，同埋唔使咁快抌啊嘛。如果大家嫌唔夠 coverage 嘅話呢，可以喺面度再擠啲粉底液，等海綿吸收翻嘅。今次嘅 DIY 咧就係咁多啦，希望大家 like 同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。我男朋友話咧過咗1萬個就肯拍 My Boyfriend Does My Makeup 喎，希望大家支持下啦。我哋 Instagram 見，拜拜。